所以妈妈金融卡密码也在换了吧？应该是换了啦。他如果还没有换，真的是呛爆哎！我已经觉得这件事情很呛了，但是再不换就更呛。好，那我们一样看中间哦，看中间，都一样。好，看中间，好，这一台谢谢。好，然后左边侧一点的，左边侧一点的。蛮期待的，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其实参赛者都是我自己平常有在关注的饶舌歌手，所以今天能够有机会可以现场一次看他表演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让我期待的，对吧？把我干掉吗？我觉得把我干掉这件事情，我相信我觉得很多参赛者觉得已经可以把我干掉了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，所以就希望他们可以把我干掉，对吧？期待他们把我干掉。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很久了，因为这件事情大概是8、9个月前发生的。然后我当时蛮受伤的，因为他刚好是一个在我们家就是跟我们相处5、6年的一个人。然后所以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是蛮傻眼的，就跟我家人一样，我说怎么可能是他？然后刚开始甚至有在帮他。心里在帮他找理由，就说应该不可能吧，或者他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原因，但后来好像也没有问出一个所以然，但就是他还有释出他的悔意，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后来讨论，就是把这件事情低调的压下来，好像也不希望，我觉得不希望大家去真去制裁他，所以。就让他就以我们就选择原谅他，然后让这件事情就淡淡的这样过去。所以妈妈金融卡密码也在换了吧？应该是换了啦。他如果还没有换，真的是呛爆哎！我已经觉得这件事情很呛了，但是再不换就更呛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，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